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10月27，诗篇13篇第60安尼讲：我要唱歌称赞上主，因为伊用丰盛的恩典对待我。三甲来祈祷，用丰盛恩典对待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仁慈恩典的上帝，你用你的疼来款待阮。你无快快生气，阁是有丰盛的慈爱，甲诚实的天父。你所造的万民，拢要来到你的面前拍拜，阮也要来学乐称颂你的名。因为你伟大，最奇妙的事，只有你是上帝。主啊，求你按耳孔听阮的祈祷，压落听阮恳求的声。主啊，阮伫患难的日求叫你，你袂应允，因为你对阮发出大的慈爱，你救阮的性命免落极深的阴间。主啊，我要唱歌称赞你，因为你用丰盛的恩典对待阮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主，伊用丰盛的恩典来对待咱，所以咱就常常唱歌称赞伊的名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